大富豪夜總會自2012年結業後，近日正式喺尖沙咀重開，並轉型為多功能娛樂場所，命名為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。前日本 AV 天后蒼井空受邀擔任剪彩嘉賓。行政總裁暨股東李建文表示，新嘅定位將主打商務以及宴會包場、酒吧、咖啡室以及包場唱 K 等等，歡迎男女老少前來消遣。新嘅大富豪面積超過5萬平方尺，分地面以及地庫2層，中間設有舞台大廳，總共有50個包廂。收費方面以會員制收費，會費由5萬至50萬不等。BBG 咧已經唔係一個傳統嘅夜總會啦，咁佢已經開始轉型，咁可以招呼到唔同層面嘅貴賓，包括高消費群啦，亦都有啲 NGO 嘅團體我哋可以幫佢手提供個場地啦，嚟緊亦都會同一啲大學生舉行一啲音樂比賽啦。咁我哋請嘅有因為我哋有餐飲部啦，有餐廳啦。有我哋嘅酒吧部啦，我哋請嘅招聘嘅只係一啲嘅侍應啦，水吧部嘅侍應啦，我哋餐廳上邊cafe 上邊嘅侍應就並冇任何嘅女公關嘅牽涉在內嘅。